大家好，歡迎入嚟聽小編講姜經。Hello Juice 嘅各位歌迷，我係姜濤，我嘅新歌已經登錄喺 Juice 啦。mark 低呢個日子咧，我會空降我嘅新歌喺 Juice 嘅評論區同大家傾偈。另外記得去 Juice 嘅姜濤生日會專題下邊留言，聽我嘅生日精選歌單啦。其實會在銅鑼灣拍攝，也是因為想留一個紀念。畢竟我不會紅一輩子，我想趁現在還可以的時候，把這一切用音樂和 MV 的方式記錄下來。等我們將來老了，也算是有一個共同的回憶。我也希望將來的香港，大家會為了另外一位藝人而去慶祝，到時候一起感慨地看着這一切，一起把這份歡樂一代一代傳承下去。希望這世界多一點愛。姜濤話佢唔會紅一世，呢句唔係悲觀，而係一種通透嘅清醒。但係呢，少年你真係太年輕啦。其實香港都有藝人真係紅咗一世，只係佢哋紅得深，紅得穩，有啲變得低調，但影響力一直都喺度。姜濤會揀喺呢個時候記錄自己光輝嘅一刻，唔係因為驚冇人記得，而係佢太清楚呢一刻係好難得、好珍貴。佢想留低一份紀念，送俾一直喺佢身邊支持佢嘅人，留低啲真實又感動嘅回憶。將來嘅事冇人知亦預計唔到，最重要係呢段路我哋一齊行過。仲話希望將來香港人會再為另一位藝人慶祝，佢真係超大愛，唔只係希望自己發光，而係想見到呢份團結同快樂可以一直傳落去。佢講嘅其實係一種精神傳承，係將大家之間呢種互相支持變成一種文化。MV 就等同印記，好多年之後，大家一齊睇返今日啲片段，都會記得自己曾經咁投入、咁熱血、咁快樂過。最尾嗰句希望世界多啲愛，聽落好簡單，但有幾多人講得出又做得到呢？講得出其實已經唔簡單，有心先係重點。有啲人少年得志就會語無倫次，但佢從來冇因為有一大班死心塌地嘅支持者而飄。經歷過3個月大規模同有組織嘅網暴之後，佢更加清楚自己擁有嘅一切隨時可以化為烏有。近排好多 post 都問點解咁多人會中意佢，能夠肯問總比一開口就鬧好。佢係一個諗我哋多過諗我嘅人，一齊成全廣東歌，一齊成全歡樂。年輕怎麼就是錯，誰不解釋就恨我，呢句講出咗好多人嘅心聲。希望世界多一點愛，呢個就係偶像姜濤俾我哋嘅感覺。唔好只睇人哋剪出嚟嘅畫面，現實好多時同剪接出嚟嘅印象真係差好遠。另外一位姜糖就話，佢一直紅而不驕，輕輕看名利。唔中意重複自己，因為知道時間唔多，所以想趁仲有力氣做晒心入面想做嘅嘢。其實佢唱咩歌都有人中意，但佢唔係為咗迎合，寧願堅持信念，唱唔同風格、唔同形式嘅歌，一直挑戰緊自己。呢啲選擇未必係最易行，但最能夠代表佢嘅風格。就係咁樣，佢係我唯一偶像，永遠嘅偶像。因為由出道開始到依家，佢行緊嘅路從來冇變過，每個階段都用作品講緊自己嘅心聲。能夠紅得耐，紅得有骨氣，就係靠呢份堅持。聽完呢兩位姜糖嘅說話，有冇講出大家嘅心聲呢？定係你有自己嘅睇法呢？得閒的話可以留個言，講下你心入面嘅姜濤係點樣嘅呢？如果喜歡呢條影片，請大家免費訂閱點讚，支持下小編呢個小樹頻道啦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